嘉义水上乡太空馆的户外广场，将举办亲子科学活动，唔但有教科学的单位，更有太空馆30周年特典，互囡仔伫咧休息时间，嘛会当学到科学的趣味。囡仔伫单位头前耍科学道具，嘉义县政府配合台湾科学教育馆甲嘉义大学。16伫水上乡北回归线太阳馆、二馆、太空馆头前的广场举办亲子科学活动。我之前有来过这个活动，这里的活动真的很好玩。我们把我们馆里面很多带得动、带得走的这些原理，比如说摩擦力、酸碱值、浮力这种概念的话，用摊位的方式，在各个县市在办活动的时候去呈现出来。你最想玩什么东西？神枪手。为什么？因为那很有趣。教育处教学发展科表示，这届活动邀请到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、国立嘉义大学甲县内一寡高中甲国中，做伙规划40个人馆的单位，佮配合太空馆的特点，要让亲子来体验科学的趣味。希望借由这个科学的这样的闯关和活动，让一些科学的新知能够启发他的一个这个科学教育的这个启蒙。这个机会就是了解到每个学校有他们现在正在发展的那个特色啊，这其实对孩子，我们未来在为孩子选择国高中的时候，我觉得还会蛮有帮助的。台湾科学教育馆指出，亲子做伙参加活动，嘛甲伫学校内底上课的气氛无共。囡仔动手来体验，唔但甲好奇转变做知识，嘛通培养因思考的习惯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